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2月10號，我係 Anna。義工指 Win 走馬請貓咪去大角咀新莊中式懷舊點心下午茶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由大角咀荔枝角道飛雁頓街口行入去，轉右絲光舞街，經過良緣居。就係呢間新張連紅紙都未拆嘅街坊點心專門店一龍龍，點心都係即叫即蒸同精選食材。店鋪細細間，但係都光猛整潔，係用點心紙落單嘅。點心就由單點嘅8至10蚊，到最貴30零蚊，一籠都有。星期一至五就免茶價加1，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就3蚊。用茶包沖嘅，要咗鐵觀音，茶味都清新。22蚊兩件嘅鳳尾蝦多士，幾好味。哇！呢件蝦多士呢，淨係睇個賣相都冇得輸啦，炸得幾脆，點埋沙律醬一齊食呢，應該幾好味。20蚊兩件嘅蒜香蝦春卷呢，外皮都炸得好脆，裏邊呢就充滿咗彈牙嘅蝦肉。點埋呢個醃汁一齊食呢，就更加惹味好食。調味調得啱啱好，有蝦膠同埋蝦。12蚊嘅米香刮刮腸，滑溜溜，充滿咗昔日師傅製作嘅味道。好耐冇食過呢個軟糯滑溜嘅感覺，加埋甜醬、麻醬、辣椒油、辣椒醬，好味。包子本湯餃單點就要50蚊，加多8蚊呢就可以另加3個點心。鮑魚都要腍好食嘅，湯都好飲，用個可愛嘅電飯煲仔裝住，都有魚翅。另加嘅3款任選點心同再加嘅點心，好快咁熱辣辣咁上台。套餐包嘅奶黃包呢，單點係8蚊，義工只話鬆軟好食，唔太甜。套餐包嘅臘味糯米包單點係9蚊，充滿咗懷舊味道，包皮好薄，糯米軟糯，臘味香濃，值得推薦。9蚊粒嘅蟹翅燒賣有鮮蝦、冬菇、蟹子，皮都好薄，裏邊嘅免治豬肉餡料鮮味好食。套餐包嘅松露野菌餃單點就9蚊粒，松露野菌餃超好食。有陣陣松露嘅香味同野菌嘅清香，令人回味。哇！好多素菜料喎。9蚊粒嘅懷舊鮮蝦餃呢，裏邊係冇筍絲嘅，蝦餃皮都夠薄，裏邊嘅蝦都夠大隻，鮮甜爽口彈牙。我中意食8蚊個嘅蜜汁叉燒包，叉燒嘅份量唔多嘅，叉燒醬就甜甜地，幾好食，包皮呢都好鬆軟。點心最貴31蚊一籠嘅養生棉花雞，大大件冬菇，軟腍香滑，好食。加埋大大件，軟腍香滑，好食又爽口嘅魚肚。雞件呢都蒸得香滑，好食。仲有少量嘅生酥，魚肚索咗冬菇同雞汁嘅味道，好食。雞件呢都蒸得野味好食。26蚊嘅排骨陳村粉好一般，排骨多骨之餘呢，豆豉汁又唔入味。陳村粉雖然滑，但係就淡而無味。輪到我品嚐呢個58蚊套餐嘅包子半湯餃，好原味嘅鮑魚喎，可以加埋鐵醋一齊食。夾俾大家睇下，幾大湯得相當夠熱。啲湯都好清喎，幾好味喎。有個 Q T 嘅小型電飯煲裝住餃嘅餡料，蝦肉同免治豬肉都好鮮甜。要咗2件套餐包嘅香西素翅鮮肉餃，義工指嘅至愛，佢話鍾意食有香西喎。餃皮都夠薄嘅，裏邊有冬菇粒、蝦肉粒同埋大量嘅芫茜。免治豬肉餡都夠新鮮嘅，味道調校得啱啱好，野味好食。15蚊2件嘅懷舊芝麻卷呢，唔夠煙韌，芝麻又唔夠多，
味道呢都唔甜，好一般。兩個人都係食咗288蚊免茶價+1，價錢大眾化，經濟實惠，實在係大滿足。見好多人食嘅煲仔飯都係30零蚊一煲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